家庭係我哋每一個人成長嘅主要嘅場景，亦都係我哋學習重要課題嘅地方。學習謙卑，學習寬恕，學習原諒。但係另一方面，家庭亦都往往讓我哋展示最壞嘅一面。例如喺相處嘅過程裏面，我哋想攻擊對方啦，或者傷害對方。知道今日喺教會裏面有好多弟兄姊妹好想透過認識家庭去追求自己嘅一啲嘅成長，或者好想同受傷嘅家庭去同行。家庭輔導係一個科目，讓我哋去認識喺家庭成長週期去分辨到究竟邊一啲係每個家庭每個階段要面對嘅挑戰，另外一啲我哋所謂嘅家庭問題。透過認識每一個階段家庭面對嘅挑戰，我哋去學習點樣同呢啲家庭一齊去適應，一齊去轉變。呢個課程亦都有第二個目的，就係讓我哋透過家庭系統理論去認識家庭成員之間嗰個相處模式，從而去明白點一啲家庭問題，例如姻親或者一啲管教子女嘅問題，點樣咁牢固，或者點樣咁難改變，以至從中我哋去明白點樣可以有啲方法去幫助佢哋成長，幫助佢哋一齊去度過呢一個嘅挑戰同埋困難。希望最後喺呢個家庭輔導呢個課程裏面，可以同大家一齊去學習成長，去學習發現上帝喺我哋嘅家庭裏面。